屋企有一個老公咧，可以試下我咁樣整個沙姜豬手，非常好味。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咯，妹妹。嗱，今日哥哥整個靚嘢俾你嘆下。嗱，準備兩個好靚嘅豬手，攞嚟飛下水。嗱，俾啲胡椒粒，細火慢慢炒下，將啲胡椒粒炒香佢，再加入滾水。俾啲薑葱，加啲鹽落去嚇，俾重啲都唔緊要嘅。嗱，水滾咗之後呢，放入豬手，煮佢40-50分鐘。準備啲紅葱頭切碎佢。呢個菜個靈魂就係呢個沙姜醬，俾2羹落去，淋啲滾油激發出佢嘅香味，再俾啲豉油。我哋平時用佢嚟整沙姜豬肚啦、沙姜豬手啦，都非常好味噶。嗱，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連結啦，有需要朋友可以去睇睇。豬手煮腍後撈佢出嚟，想 Q 彈爽口嘅呢，要過下冰水。我每日都好用心教大家整菜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豬手拆咗啲大骨，再切片，再加入醬汁同埋芫茜，用我個手攪勻佢就可以。咁樣整個豬手 Q 彈爽口，真係超醬啊！快啲試下啦〜